台中一个70多岁乡亲无缘无故来跋倒，原来是脑血管有去踢到，是属于中风的症状。医生来提醒，气温常常下降，会来增加到心血管患者中风的几率，一定要注意。 医师比电脑断层解释病情，台中这位70多岁阿伯，进前伫咧厝内无代无志总跋倒，脾气嘛变真歹，家属发觉无对头，遂送到病院。经过详细检查，才发现阿伯脑部血筋凸起来，算是中风。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脑部一个变化。 那当然，突然间的变化当然会像它是一个中风。加在阿伯经过3天住院治疗，意识慢慢恢复，麦当开嘴讲话。医生嘛讲，最近1个月中风患者就上少收10个，年纪轻的敢若50多岁。可能冬天期可能1个多月血压都170、180，那当然就很容易血管破裂。医生嘛提醒，若是天气冷期起，无爱啉水，该秘伫咧棉被内底，可会互你的血变绿绿，提悬 中风风险，民众拢要加注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